亚洲电视论坛12月初4要伫新加坡举办，咱的文化部贸伫新加坡的会场设立台湾影视馆，要来展示台湾81部优质的作品。昨特别举办行前记者会，华视的戏剧《守着阳光守着你》的演员冒来参加记者会。一部台湾影视戏剧的精彩画面，就要伫新加坡展出放映。 新加坡亚洲电视论坛要伫后个月初4开始，文化部影视局25伫台北举办行前记者会，集合81部的台湾优质戏剧前进新加坡。我们在现场也会就是办创投的提案会，希望能够透过这个好的优质作品呢，让国际的投资人也能够看到台湾的原创的内容。 行前记者会中，华视戏剧《守着阳光守着你》主要演员到场，演男主角的释元姐分享伊伫戏内安怎转设20位大学校草的角色。你觉得哪个阶段最挑战？应该就是在保养的这个阶段。也有戏内演戏对头的演员陈大天甲何子妍，被人逼了戏外2个人疑似产生感情。没有来电吗？火花很强烈。 关系戏内也是戏外，拢同款精彩。台湾优质戏剧进军新加坡，希望会当吸引海内外民众的观赏。